如果你問我憑良心講，喺中山裝修交樓俾你最市正最靚仔，連冷氣都用套書吧嘅盤係邊個？我會條件反射咁同你講，遠洋天鑄。好多朋友仔話天鑄如果唔係讀書方面輸蝕咗呢，佢真係好難輸嘅。無可否認，天鑄嘅書包仔係一般般，但係天鑄真正嘅業主群體呢，好少會通過去買套樓去解決呢個讀書問題。畢竟作為城區高端改善盤之一呢，佢嘅優點完全已經 cover 咗缺點。今日帶你沉浸式體驗下，位置喺城區3區交界，衣食住行都好方便，飲飲食食咧特別多，交通都好便利。香港深圳經深中通道一落高速3分鐘到屋企。上年年底啊，一期樓下仲開通埋直達香港嘅榮利巴士。天鑄作為少有嘅下沉式園林小區咧，比傳統小區園林係更加之立體，園林景觀更加有層次，而且下沉部分可以作為後期嘅會所使用，辦公書吧、小朋友交際娛樂嘅多功能空間，仲有獨立嘅宴會廳、健身室、golf 模擬遊戲機。喺中山應該冇其他樓咁好似天鑄咁捨得用一套特定嘅過濾消殺加壓系統嚟處理自來水啦。經過處理後嘅自來水咧，洗衫唔容易泛黃，玻璃唔容易起水垢，特別係皮膚過敏嘅朋友，呢套系統真係福音啊！車庫入戶嘅位置咧，做咗星空頂棚，翻屋企都有住酒店嘅迎賓感，好正啊！佢全部都係2梯3戶嘅。咁今日我哋會睇4個面，分別係116方、142方同埋177方。其中142方咧有2個戶型嘅。既然係大平層，必不可少嘅肯定係超大客廳啦，連接住客房，封埋個窗。過年過節20幾人過嚟聚會，一啲都唔逼仄啊！放到圓台嘅餐廳，同埋做咗洗衣衣物嘅家政生活陽台。廚房呢，佢就中規中矩啦，就唔會話做到好大。畢竟而家好多可以請人煮飯啊嘛。咁我哋再過嚟睇下佢嘅客房啊，客房求其睇下得噶啦，都係中規中矩嘅。咁呢個本嚟係客房嘅，佢就揼鬼咗佢，做咗個連埋客廳嘅超級空間。咁最主要呢係177嘅主人房，佢用咗而家新規則嘅270度大採光啊！呢個陽光、呢個景同埋呢一種空間，如果你想唔到呢個層次嘅面積段，你係擁有唔到嘅。感興趣嘅評論區啊！